我是緬甸佬，伊拉是韓國人嚟，伊個是唔是所有人，所以佢嚟整做物件，你話我做隻咩？你佢冇出現過。OK，我實啦嚇。我說係啊，各位聽眾，大家歡迎到嚟收聽邊咧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一記錄音啊，我第 record 了知道。歡迎大家，這個禮拜我咪講話題是咪講真久誒，特別特別講冇成，所以這個禮拜講成掉啦。講係記錄係有啦，我 YouTube 有係有。這禮拜話題咧介紹我嘅特別嘉賓先，知道到啲 Clubhouse 介紹起 Clubhouse 嘅特別嘉賓是金佩啦，歡迎。Hello， 大家好。阿蕉啦，趙西、茶米粉、板東，了個特啲Google Meet，Google Meet， 誒，你招人記啊 Google Meet，是阿涵啦，阿龍啊。我一直講電話都係冇錯，แล้วก็อติตัวอาสำลักษา Hello แล้วก็ป้าแกมตี Hello ก็我讀 Clubhouse ก็換 taxi 歡迎 OK 我們啲俾上課人講人我啲想講啦，就講 condom 呢，平常時啦是講有情郎冇情郎嘅，知唔知？咱冇講抗沙，抗沙，你少年人會知咩？但是講咱講抗沙，咱會知哦。人嘅年代嘅知嗬，就是咯。咱是唔是咱？呢個factory。阿漢是冇俾過 condom 嘅時候。哇！你有買過 condom 啊？你應該看佢抗晒嘛？特別一看，一籠外口就寫條003嘛。咁呢我條背脊。嚇是別啊！咱別講抗晒了，你冇上票呢？你唔是冇上票？抗沙有，你標是抗沙。抗晒。是一隻票嚟嚇，日本嘅票，唔是票啦，有抗幾嚇？我哋都有，伊無上 size 嚇，我唔知我無上寬嘅，伊 thickness 無上。哦，抗沙是 0.003 mainstream 嘅咯嚇，還是 0.03？ 0.03。我看我嘅喎，真係成我直。OK， so 抗沙是講未成功，咱是咪講 so 狼是叫狼啊，特別。咱咪再講，咱國話時人再講，平時講去七隻馬俾狼。保險鋪，七隻馬係狼時裝，學到第一件係狼嘅。抓狼，抓狼 ，plastic。潮靈狼。潮靈狼，誒，即係咪叫潮靈狼被洗嘛？冇啦，咩啊？我係啱嘅水喎，彎轉，你成個紅機呢？龍啊，對啊，特別伊無寫抗鬼喎，真係。有冇啊？睇咩票？睇咩票？後尾你都有誒。伊後尾冇伊無寫話，伊先至無寫。我今日講佢用你抗晒，你而家留住牌啩？我感覺掉抗，特別有咯，我人老人講抗啥？哦，講抗晒。我同人介紹講識嚟啊！我定住時我按開掉我嘅 video， 講哎呦講話我那講話那隻。我冇，我是講熱，我就是講熱。哦，我唔知講住是點樣喎。國家部。你學我看下邊講咪按咗寫，你就再看，這是馬來西亞嘅票是係咪票？我韓國嘅。特你朗姆有講鬼嘅嚇。
馬來西亞空空熱是日本嘅條，一條寫就 original fit 空空一條寫 original fit 空空。嗰度冇咩 focus 啊，講十部啊，十部。哦，冇都冚咗嘢，我撳一灰，唔是灰，冚咗 blur background，我頭先有灰。你 blur background， blur background 看唔到呀，一直 blur 掉。我是被講過，actually 咱唔知，我 actually 真係 condom 嘛是，咱 Malaysia locally 做嘅，意思就是 because Malaysia 出產就係空空晒。Because some rubber industry 啊。咱有 produce rubber 嘛，咱有 rubber， 咱有些。哦 ，fit 空空，一是空空，也是空氧空液。我空空意思就 original fit 空空液。空空液 ，OK，sorry 啊，我接住講，我啱明我啦，我就唔知。唔是，我講咱 Malaysia 是 one of the biggest producer for condoms 啊 ，because 咱有潮靈站係咪見到嘅？而且成個伊做咧樣送過到對去 overseas to like 係做 packing 啊，你可能唔知嘛。Actually the condom 就是 manufactured from Malaysia 嘅。只有當叫人啊，我想我是上地嘅。做哪款物件？有一個超話啦，冇聽過咩？伊講伊實是佢哋 politician， yang ที่ debate 嘅，伊講上地因為yang真正yang entertainment 嘅這個 industry 做得真響嘅嘛，所以有真濟人精神敗啦，所以嘛用真濟空空曬咯，因為用咗空空曬咧可yang都用貴咗，伊就 export 佢嚟馬來西亞，和馬來西亞去 recycle 嘅咋，伊即係超話，即係 joke 嚟。伊嚟去 recycle，แล้ว馬來西亞就起行嘅咯。伊就講嗬，我這裡唔知啊，我未記啊，我未記 detail 啦。特別我就講夾尾一個是係咪唔記得咗？我其實記夾尾一個啫。伊講冇啊，我這裡去 recycle 啦。伊先是上地成潮馬來西亞成講攞用嗰時往荷蘭 recycle 啦，嚟用嘅啫。แล้ว講冇啊，我唔知用咗 recycle 嘅。伊講伊用了嘅一輪過後。一時潮領啦嘛，因佢叫做 bubble gum 係咧 export 去新加坡嘅，所以新加坡 that day 啲嘢嗰個，so that Singapore that day onwards 佢就 ban bubble gum 咯，新加坡唔使食 bubble gum 咯。我記 flow 是 something 嚟的，總之伊就係有 Thailand 馬來西亞新加坡曬。哦，就上地落嚟，拿落嚟。我未記伊嘅 plot 咧，唔知是蝦米物件，伊總之伊是有。嗰啲is 個 condom 冇問題，嗱馬來西亞是 export 去新加坡，嗱新加坡就 that day onwards 佢就 ban 㗎了，未使食埋個咁啊。我隨你捉出嚟，我未記啲 detail 了，特別我只 show 係你上嚟 country 啊。但乜韓國內係咪嘅潮領嘅做內係咪嘅？上面講。我諗嘅潮領係做內嘅物件呀，因為第一號嘅潮領，一個是 condom， 一個是 condom 加 rubber glove 啦，嗰一個是。飛機嘅帶啊！哦，你我把你看到頂禮拜呢 ，because 伊講飛機嘅帶啊，誒 rubber 特別最好嘅 rubber，that is why 伊用 Malaysia 嘅 rubber， 伊袂使用 synthetic， 伊袂使用 synthetic。但係咧，我人無做迄個飛機嘅帶啊，我人 export 迄個 latex 出去，是嘛緊？哦，so 啦 as raw material 啦，唔是人 produce， 人無去做啦，人是送人嘅潮領出去學別人做。馬來西亞是冇大嘅 factory 啊，冇大嘅 factory，但係唔是飛機嘅大嘅 factory。哦，你做唔是飛機嘅 factory， 有時參下synthetic下，係咪屬伊無，還是用 recycle 係啥物咧？安怎？即個我唔知，我未記啊。下次我做工嘅時候，有點樣去大嘅 factory， 係出名嘅大嘅 factory。哦。伊大嘅邊啊，都多下邊做工，會掉啦，你蜆咯，喺裏邊。係啦，我只蜆嘅，我邊啊蜆嘅。只蜆咯，佢裝裏邊只吉利嘅。伊是成日飛機就啲擔，飛機頂是啲擔咩嘅邊啊？伊無 ，because at that time 我人做嘅時，伊是 still from raw material
convert 去一個 flat 嘅 surface，哦，伊面是 the 呢， end product 個。然後所以伊味無，我無講感覺講伊味是真正嘅理啊，係咪啊？比如說講 at least 有14點鐘嘅都喺你 factory 裏邊。所以味是安怎咧？伊是成個你隻手拎，隻手拎是叫嚟味，手拎嘅味咧。伊無安尼重嘅味。嚇，伊無安尼重。step 是係咪 vulcanized rubber 嚇？係咧 vulcanized rubber stage 就是真正力咧。我做 stage 是 like almost from like raw material， 伊係 maybe 係鐵啊 ，like to reinforce it 了。伊是成個規個 flat， 真正長嘅 roll 起來。哦，伊只做成個伊只一個皮安尼款啊。嚇，一個皮，佢哋是話你個 starting 嘅 stage 咧。我做個了，佢哋鋼橋嘅是 that stage 嘅。伊人叫 calendaring machine 啊 ，calendar， 伊是gulung起來呢一個 calendar 咧。so 安尼，伊比較無安尼想個你，那些你換車時，你想個身你手乾呢咧。係你 burn 嘅 rubber 味啊，好像哦，我睇你打咩味是手乾嘅味。啊，對，打咩味是手乾。burn rubber， 伊是 burn 嘅 rubber。burn 嘅 rubber 對，無伊味無安尼重。特別阮會掉了，你會規身骨你頭毛，係咪啦？就是嘅，會掉了。OK 啦。唔知味啊好。我想到伊狼誒，要叫，那我唔知，我無你講你真大漢，我實講伊空空啥是伊飄來，我想伊 model number 上面，特別特你朗本有，特你正三擺嘅朗本是有，係你 number 嘅，所以是成 rating 落報，是唔是？空伊是第一步啊啦，空是變情啊。對。我 share 一個 story。嚇，有講。這是我細漢嘅事啦。OK， 所以我同我 parents 食到我條 condom 咯。我嗰時我唔使講你是 condom 啦。伊是 still pack in， 如果你是你就是用佢哋咯 ，Mr. 003咯。對，所以伊就是 pack in 佢哋 paper 嘅 box 嚟看咯。我冇開嚟看喎。嗰時我就問我問你講這是合起來。我這是藥嚟，所以伊是抓壓啦。伊抓壓到頂到嘅 condom 是，甲當件 condom 是，伊本是成一個咧紗布安尼包掉嘅。伊冇 Mister 係你壓是啊，咩冇線。伊裏面係咪 plastic 晾低掉？伊就特別是 something seal 掉嘅嘛。foil。嚇 foil 咯，紗布咯。我冇看過 Mister 嘅 condom 啦嚇 ，OK，because 我實在個 earbox 係安怎嘅。OK，我哋都你看。earbox 是一個 couple 嘅嘛，一個 couple 加一查某咧，couple 唔清楚。啊，咁配講。是 box， 我是啲我 parents 嘅 workshop 嗰時，我應該是9歲10歲嘅可能。我去我 parent 嘅 workshop 了，office 是安怎下？我爸到頂是啲頭前 ，OK 有兩座，到頂是兩座，頭前是我爸到頂，了我媽是坐後尾嘅到頂，所以我媽裏面做緊，我哋坐我爸到頂咯，冇事做囡仔。幫我對係無想做功課，就來無想做功課。我嘛啲邊曉嘅物件來看，我就看到我開個台看，我看到一個長形嘅物件，伊個 shape 是淡薄長形嘅咧，可能。我奇怪蝦米來嘅之類，然後我用手去追吼，伊成個女嘅咧，可能又超靈嘅咧，可能蝦米來嘅？然後我哋也去問我媽就，咩啊？蝦米來嘅啊？這是什麼啊？我媽無看我。你買去當你爸嘅物件嚇，伊做工嘅物件，做工嘅物件。然後我是人款啊，我下面物件本食嘅，無我真正 curious， 但物件本 curious。我講問嘅時候，下面來會使看喲，伊就講嘅時候，你爸做工物件，你買去當嘅喲。我講唔要緊啦，唔係管你，我家家啲邊慢慢調咗，調吼，我手入去當嘅。黏，有黏嘅喎，嗰時
我舊活嗰陣，我唔知要俾切得咯。我唔知俾切得咯。嗰時我覺得奇怪嘛，唔知內邊是安怎，因為我是純粹自己望嘅，我冇叫出來看嗰陣。然後望到有亮亮，我叫出來看啫。誒，安怎咁奇怪？邊啊個淺色，中午個淺色安尼款呢？我夜手咁傳過去，誒，薄嘅喎，你邊啊就是安怎呢？會叫嘅，是未叫嘅，因為叫淡薄，會叫嘅喎，哦嚟啊！你馬嗰度啲有邊個啦？嚇？你馬嗰度啲邊一個？個？我唔知咯。我看了，我一啲後尾，我嘛是做 paperwork 嘅物件嘅，所以無看了，我一直無用大家知啲邊做 paperwork 嘅。我就叫，會叫嘅喎，你我個叫就係個叫，會個較長嘅喎，做咩有咩物件嚟？我俾古龍到堆時，死啦！俾古龍到堆嘅，伊會開嘅，伊未燒到堆嘅嗰陣。我俾安怎好啊？我明咩？係成日去水水一食入去籠內邊，食入去伊籠內邊咯。我係伊嚟炒下嗰時真係搖嘅咯。係咪食嘅籠？冰卡伊嘅籠，我未記係咪食啊？白係你講到是冰卡咯。最紅色嘅。真正咁意思係你 Mr. 票嘅嗬？我唔知係咪票，我看到嘅迄一個 face 是火爺迄種嘅背景嘅。哦，因為無壓了嘅是一個醫病嘅，所以我唔知講是唔是我係把派死俾鬼啊，嗰時去甲人討一個上咗，我唔知啦。總之我就是佢係去討嘅，伊就是無睇過。你看你冇跟你爸講係，即頭先 OK 啦嚇，會上擺韓叫 chat 好事啊，我覺得好事啊，開拓哎呦冇去啊狼，冇狼，伊嘛冇講話本嘛，伊嘛講物件是對嘅啫，伊把做工用嘅物件嚟嘛，伊把做工伊嘛做寶嘅東西。伊冇講咩話，伊嘛講我對咗，你把做工，我做寶嘅東西用嘅物件嚟。做工時本嘛，時候都時候。你幾歲啊？時咁去都去幾歲啊？時我是應該是8-9歲嘅，可能。差不多可能會時啊。嗰時大漢啦。你可以講起來，係啦，佢時到佢又呢條大漢咗咯。我未諗啊！我唔知係咪嚟。哦，所以都唔知個。哦。我驚我上年呢條仔嗰時係咪？呢條變硬嘅咯。真正大漢嘅時，我剛才講，哦，原來係你度叫做空山。哦，咱嘅時候佢冇揀啲物件嗬，啱啱國家有揀，要揀嘛，伊見到係制嘛，就。OK，你是個有的嗎？嗰時咱就大漢那個制嘅，咱就大漢那個制，細陣時爸爸媽媽都冇講緊啲物件嘅。但係伊無應該是批寫物件嘅啫，because伊應該是咱人 part of life 嚟咗。Yeah, part of life. Education 啊，即是叫做教育。咁你揀個 in case 嗰陣時係人走去國口正常擺啦，一直俾向制講下，你特別用這個物件，唔會特別多時候。我頭你大寶你香港家姐咪是講個樣家姐咪是 feel 個嘢驚後講會家己會曉去吹。少嗰陣時家己學嘅物件，你社會界。我就只看到是大學啊是大我人嘅residence， 我 residence 是 co-ed 嘅，所以伊在經隔了冇是 co-ed 啦。แล้ว我去在經時，我看到伊先啊有一個water balloon， 真正大咧，長嘅聲叫嚟木關嘅長。哇！我就真歡喜咯，就แล้ว我去甲阿嬤包講。哎呦，唔知係咪 balloon 安尼好誒，一驚㗎，安尼大咧，大驚怪講，你438，佢哋是 condom 嚟，我講 condom 唔是真寫咩？你講就是 condom 真正 elastic 嘅啦，誒真㗎安尼大咧咯，講係38，因為名係38。So嗱，誒，所以講話啦，local 嘅大部冇假講見啦。我3幾歲加學掉啊！我19個，又我19個，當正常擺家就係講佢哋叫 sorry，佢哋是空山。哦呀！
你頭一擺前三擺時，把你個仔講哦，原來我爸嘅拖入面就是空空衫嚟。嚇掉哦，啊，真嘅，你諗冇讀，你你諗冇讀 Form 3嘅 science 咩 Form 3先有教嚇， Form 3 ？Yes，往讀中是冇教，可能未見。有教咩嚇？咱叫我等會阿龍話。 science Private school 冇教我你。汪冇解，汪冇解，汪是先生大波先生講我汪聽。嚇，對。對唔但係對？咁我係講 boss Form 3嘅 science 都冇講 about 即係咩 family planning。Only 就係只係 Form 5嘅 science。冇本嘅，我係咁。我要教你講 reproductive，但係冇教你講 family planning。冇講 family contraception。 contraceptive IUD 嘅，你有冇調讀嘅？嚇，未必冇上嗬，伊較叻了嗬。咱較少年嘅時，咱較老人無。大我10歲呢。啊，10歲10年以前就謝啊，係哦。10歲是 more than primary school 嘅 life 啊，就。嚇。我唔是，我夾過10歲是貴你 high school 而家就。 OK，等咱會別人話，咱佢無上嘅會寫金配路讀掉，無金配冇讀掉咯，就我我知。夾半減啲，我夾半減啲是8歲嘅，但半減啲讀嘅是個邦沙安，我讀嘅是數錢，中學，數錢我等。數錢我等。讀中路嘛是愛讀個邦沙安嘅 subject 嘅，是唔是？對啊，冇你要冇讀嘅，你要誒，你考你點上嘅？我老師我重考嘅嘛。伊家己伊老伊先生歹勢啊無教。我agree㗎，韓人講嘅物件，絕對是有讀到，特別有可能是伊，because 你是用人對人大無上樣去 private school 做咩事咧？是 because 係你 language of medium，所以變咗講你是用 Mandarin or English 嚟讀，特別 syllabus 是 actually 上嘅。上物件嚟嘅，我可以先生歹勢講，即個是空，有你嘅嚟空，水嚟做。統考就是 SPM 嚟嘅，是 just 你冇用Malay嚟考你啊，呢是 SPM 嚟嘅，係 just 特別政府冇承認嘛，我就係講政府冇。是台灣呢種嘅冊喎。對，台灣本當有啦。because 伊是 certificate 是去台灣讀冊冇唔對，可能馬來西亞政府較無好冇去承認伊 ，but 伊 syllabus 是 actually 上物件嚟嘅。我是講先生歹勢嘛，伊係教。我講我先生家己 filter。skip 咯，先生 skip 咯嚇。你就講你冇法格的是邊個？家己本冇做 revision 啊，馬來本人就講，馬來本人就講，我覺得係其他人係啦。馬來本講咩？馬來本condom叫咩？condom 啊 ？condom 啊 嚇 KONDOM 哦 condom 哦。我成個冇讀掉喎，我成個冇讀掉啊。Maybe 你係點先係意思你冇冇想？係咪 class 讀嘅 biology？ Form 3係 Form 3啊，是 Form 4啊。อาหารนู่นจ้ะ係咪讀 subject 啦？係咪 subject？ biology 咯 ，biology。science 即係 science。因為我是 science student 嚟嘛，所以 I think 這個 subject 嗰時係在 Form 5嘅 cover，I mean 有講到 condom 係 Form 5嘅 cover。我聽到讀 Form 3嘅時，意思即係講到講啊 reproductive cycle 啊。how babies are made 啦，你可能未見啊，伊無教你講 contraception 啊 ，family。我人係有。even 啊，怎麼 fertility 啊做 measure 啊，伊人條伊門有多喺冊裏邊咧。哦。啊，你冇係啊 ，maybe 那是個無相啊咯。對。我叫我Form 3，我讀第一嚇，我讀當人嘅 size 第一解是係咪二氧化碳係咪一氧化碳嘅兩，可能未記啊？係咪啊？你是CO2，嚇。一氧化碳係咩 CO？ 我諗嗰個測到在上面哦，係你長嘅 reproductive system。嚇掉！哦，結入面咧。係你冇 cover。你冇讀 reproductive 就係有讀，然後再講你 sperm 啊，佢你 egg fertilize egg 係你有讀，特別讀 condom 成個是我唔知，我只大漢兩個知 condom。我講為其實我 Form 5係時間有
cover 到这类 topic。 contraceptive But form 3呢是冇有講到 reproductive， but 冇 cover 到这类 topic。 contraception 冇講到啊，是講到按照生， contraception 冇按照講到。三擺按照整咧，冇講按照爆起來咯。Kalau kau ada sing sampai. Kalau kong dia sperm jip kile tapi kalau kong sex kami si kalau kong tu je kalau kong le khoa ka le keno ya kan ya 我就是講，唔知是唔是先設定到是拍攝，直頭講加齊時啊，有兩嘢喺度，死到啲係我冇講出來。所以其他聽講講。是有年是 form 3點先 ，because 我係teacher 啊，查某係就 science teacher，有一枚我人 whether 有 question 咯，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去問，伊講啊，正三擺是愛幫助啊種啊，然後我係 teacher 有年就去 explain， 伊講你正三擺點先是你係你 system 是冇 really。伊無 really 會行誒，所以伊講查甫，查甫啦，誒，查某未，唔是查某正常冇點先未愛幫助嘅咩？未，你未，我不是捌玫瑰人一個 question， 你真係做得啦咩？你先至講 ，it's from the same area 嘛？我不係玫瑰人，你啲人because 打波是無上所在嘛，但一線是無上嘅嘛，打波。打波線冇幫助會線。伊 source 冇上，特別伊 go through 過你係你 highway， 你啊古橋嘅是上之類。要會搖個整出來，所以就是無上 exit 嚟嘛，唔是？無上 exit。上一個開嘛，特別一線是無上嘅嘛，唔是？嘛是上緊打波咯，對，但你上緊打波就是上緊打波就是迄個咩嚇？一人有在打波 erection 嘅時，伊muscle 捏掉伊 intra 咯嘛，所以人袂幫助嘛。伊換鏈，伊冚去成間開車換伊個鏈啊，伊就壞啦，喺度換去，伊 muscle 實伊個咧空氣迄個。就到你就到空山去。你看啊，你看是唔是世界上？你打波 erection 了，伊 muscle 整了，伊冚去，了查某無 muscle 嘛，了嘛是去問我朋友咯。我講，人查某啦無 muscle，咱講就是啦，安怎？伊甲我講，你袂，你危險是袂，你愛 have sex 嘅時，你是袂，若是你愛放嘅時，你是 before 你放 ，but 你 or after。But when you are at the moment， 你袂放嘅。特別你係結照，是講放未出啦。你嗰陣時唔是講 golden shower 是冇 at the moment 咯？golden shower。特別 golden shower 是一個 ceremony 嘅咯，伊唔是正。伊是一個 ceremony。伊是一個 ceremony 啦，伊唔是正 key form 嘅點先嘛？你 key form 嘅點先嚟幫助，你幫助就特別講你是冇嘢點先咯。冇嘢嘅料啦。Golden shower， 人講 golden shower 是係你查某放啲你成股，伊唔是你啲哪正哪放，唔是。係對。我意思就是講，你去放嘅點先，你去放嘅點先 ，actually 唔是你正就下嘢點先咯。誒，你下嘢點先，你應該是冇想到要去幫助。伊唔是有想，不你會想，你放未出，你會想，你愛 try 放未出。裡面講 golden shower 就唔是冇 full 啦，冇 fully， 唔是伊嘅 peak 咯，冇摸啊，冇達到個咯，對。裡面講意思是 process 裡邊一個 ceremony 嘅咯。From what 我看到嘅嗰個 golden shower experience 嗰個啦 ，it's a sex play， it's not a sex act， it's a sex play。foreplay is a foreplay 啦。特別冇，我think 阿龍講嘅意思就是講，你那是講是你 supplier。你講是 supplier 啦，你講。你講到什麼 supplier 嚟講，你咪是未使嘢啊，你個係 supply 就冇嘢嘅料咯。人本就係人打波，人本就係講，你有當時你嘢點先，你本是會愛幫助嘅。嚇對。特別伊唔是去到你真正 sexual， 你真正 arouse 嘅點先，你幫未出啦。嚇。我淨係攞嚟咯就，講緊咩正嘅事，我期待咧就。你攞什麼？唔是打波。你自己。唔是講打波啦，是我去幫助就使咯。你奇怪嘅，你冇發啊結照咧？嚇，結照啊，打波喎，咩事啊？
有當時嗬，因為我感覺到有當時是你若是你嘅 bladder 摸嘅時候，然後你when你硬時伊會做你嘅，伊擠到你嘅 bladder 咧，你感覺就會幫助特別。但是講你真正歡喜嚟講個幫唔出咯，你會笑隻菇。一個土跟隻菇咯，跟住個對接嚟到冇乜嘢啊，就冚可以捆。即係物件。你說我有當時我悶逼嘅啫，其實我有當時我看戲啦，我是無人哋款嘅經驗嘅，比如說我 prepared 嘛，所以我看戲人講我用正愛迄個啦，後來伊實在你去每個你厝有狼哦，講無狼啊，我當然去樓咖啡，我啲心裏面想啦，我拄到肯定企嘅話啦，我去樓咖啡起來啦，我就無悶呢。誒特別你會使陪到對嘛，未咩？阿蕉啊，我飛到這邊嘅就對啦。同我講話是住嘅聲嚟，阿蕉嘅聲。阿蕉嚟講。我晴朗就女兒啊。哦，你是講 after that 時候 ，after 你走去。冇，伊邊就對嚟嗰陣啦。冇，伊隻晴朗嘅就叫佢啊。有啲人時呢，because 有當時食眼啊。我嘛撲記眼，你等陣 sorry。我冇出街。我邋遢嘅排聽啊！有啲人嚟講，伊晴朗是 actually 伊會打很較久嘅，because 伊無正，you know，trigger 到伊嘛，無當到佢嘛，所以伊會打很較久嘅。但係你 feeling 無相嘅咯，伊個 sensation 無相。我諗是康白，康切。以前教嚟講，講潮啊，要就啊，冇 feel。哦。我嘅路講一個啊。你狼啊，是前日古嘅invention 咧就唔知啊。哦 ，history。prehistory not prehistory。唔係咩用咩古嘅？用唔是古，用羊嘅係咩啊？羊嘅皮 ，lamb skin。sheep skin。用嘅等骨，用嘅等個。伊是等還是伊皮？有票嘛？有。伊人是講用伊 stomach。King Henry 用伊 stomach，King Henry。哦。Even until today 啊，滿是有羊嘅，即係等嘅狼個咋？伊人講 lamb skin condom。呀，真正貴。是 lamb skin 嘅，你好情。lamb skin 你是伊 skin 唔是伊嘅 hide 啦，唔是伊嘅，你教。伊嘅等嘅。我多係 lining。阿神，伊博多係 lining。Tapi King Henry 伊愛驚嘛，伊做咩事愛晴朗呢？我有你買驚誒。because 伊講超嘛，伊人是驚講伊去白伊亂聲嘛，所以哦，是。Tapi King Henry 有落嚟波，就是因為伊愛射嘛，問題是伊把可能叫，但係伊去困甲白你咧，白你唔是波嘅咧，伊人愛 protect 伊白你怎麼啊？伊10%呢？伊60你八呢，或者落你是一波呢？10%呢？有隻清代嘅呢本事嚟講呢，清嘅點先，伊樣on day 就半，但係 usually 是 dinner 點先係，伊 dinner 點先，伊特別是兩隻半嘅，伊別是教伊波隻半嘅啫，即係是。哦 ，because 咪 control 咪做人 jealous。唔止，人個驚係多，用其實伊隻半嘅一個人先係 ，before 伊隻半咧，伊太監伊是要得到淡薄嘢嚟 try。所以所以伊皇帝食到嘅物件，就是太監當過嘅物件嚟，你知道？所以伊食飯點先，伊太監就按夾一個盤起來，一個 tray，個伊 test 佢啦。我唔是，我是講佢哋擺，特你空結啊，我一個擺嘅。哦，佢得一個盤嚟食。哦，伊要見咩？要食到一個盤。我見咩？房間會整得是300，OK。because 但是講佢哋昂，because 我就係講清代嘅 history 嘅，所以我睇到伊昂啦。因為昂是人做就，伊若是講伊食無用，有你昂真係好嘅，伊唔是跟他幹嘅，要做工嘅嘛。伊食無用啊，你說兩三禮拜無當到查某咧啊，讓太監伊會去 remind 伊嘅咋，你就講你就久無去行房嘅行房了，所以你就要去，而家上邊成行嘛，所以伊就行牌伊就會 hand 咯，伊看到阿三六三伊 hand 撲，所以伊面出聲嘅時候，伊就 hand 了，引到佢就到頭俾人睇。即係可以嘅，可以經嘅是 randomly 經。可以嘅。哦，我上個截圖你要當時七點碼跳跳，唔是要當時 regret 嘅時候，伊經出幾啊？你講等陣，到對嚟，
咁咧，伊個就車掉一十個，伊就要甲伊個某行房嘅，車一十個。冇得掉嘅，冇得掉嘅，了貴冇得了。掉喎。呀，是啦，特別吹一集個是別人袂使嘅，就是往後嘅。但係特別伊嗌賣是伊嘅事啊。伊家己事，伊就是伊家己冇並邊嘅嘛，伊就賣嘅，伊就賣迄隻名，伊就是賣，伊間揾一個人喺車房裏面讀車，係咯。伊係嗰個又，袂使甲細波是吹一集個嘅事，伊樣做整嗰時，伊查某就俾加增加，咁咯，叫個整起，係咯，人陪到包起來，咧更起嘅嘛，所以了咧佢後啦。yang actually 是一個，有影正是一個 ceremony 嚟咗，伊應該做嘅物件，伊下邊咗學嘅咧好時咧就，了咧佢後啊嗬，讓佢每伊就噗，笑唔笑？你咪講愛笑嘅是咪笑？愛笑咧就是講可以成日驚，唔係笑咧就是唔係可以成日驚，所以就是講，對，伊咪搶走去嘅，所以。所以接伊查某薄會搶啊！對，伊要解 massage 就可以袂受驚嘅，嗰種。你嗰時有當時，即係嗰時，即係就是係是 politics 嚟。伊係錯，伊愛線可以 sperm 絲，即係佢會解 massage 就，快勤考嘅咋，快勤考嘅，查某係勤考嘅嗰種，所以有隻係查某勤考嘅，係了，查某係勤考嘅。伊係錯沉水啦，一轉去內邊咧，一清可以 sperm 出來咯。伊個愛咕隆咕隆啊咪，按照咕隆。伊迄個查某愛去甲皇帝困啊，伊愛。頭個了，咕隆啲嘢配袋內邊一卡下啲嘢更嘢，更嘢。你嗰時驚講伊樣燒多嘅就燒後面物件，太皇帝嘛。伊頭毛嘛是袂白嘅，都就有頭毛。伊連真甲冇咩加掉嘅，真甲冇咩加掉嘅了嘅嚇。伊驚講伊袂傷到伊哦。伊哋 make sure 伊袂傷到伊嘅，所以 actually 啊，伊皇伊甲皇帝，actually。要依家皇帝啊，actually 袂使做幾頭哇嘅物件，袂使嘅咋。有冇袂使本嘅？依啲變成佢，你今日係使困掉呢，你袂使叮當嘅。所以伊想所以想個，哎呦撲街嘛！伊想個只 transactional 啦，伊唔是講成個 enjoyment 嘅對。係了啊，有你是 political 嘅咋？伊就是講，伊講嗬，愛笑咪笑，伊講咪笑。伊 actually 有可能是有一個 agenda 嘅，伊就是講，即係查某是 one of the ministers 嘅查某嚟嘅，我就是咪可以成驚嘅。咪可以成驚。伊就是咪可以，有當時伊可以包喎，而咪成驚。有你當時講有人一隻就使到大波驚嘅話，有包喎嘅咋？伊就是咪可以成驚嘅，伊要切掉佢哋 minister 嘅，即係嗰個 politics 嚟。安尼款啊，你迄時嘛是無 condom 安尼款你咪驚咯。怎麼就講咧？有等嘛？因特別我是講你用，伊是講做咩樣冇用咧？有。因為伊會傷到皇帝，傷到皇帝嘅人招。所以人買做安尼款嘅物件是，因為伊你按咗講本好啦。你白加銀迄啲樣叫做零件嗰就零嘅件嗰就，所以伊白加銀伊會上到一買做這物件，所以伊咁笨河佢哋查某勤考嘅，所以有時佢死查某，然適合佢學皇帝嘅情郎嘅。對，因買布一直佔是8歲查某去。伊咪傷到佢哋皇帝嘛，伊咁笨河你查某勤考嘅。你若是講伊買狼咧，伊死袂清氣啊！伊個條件嚟講，伊會出事。條件咯，會出事啦，出事啊！冇就掉咯，慣咗按咗，你去跪下面跪迄個安迪，嗰時跪下面咯，面就做冇清氣咯。點樣講？伊幫下你錄鏡，伊若是講買下你。伊本嚟學你錄鏡，本嚟就是買可以食嘅嘛。你所以伊無學伊錄鏡本，伊無光明正大講叫你去錄鏡，伊啊。學你食藥誒，學你食嗰啲，學你驚冇去就掉咧。反正嗬，你講這是咩清dynasty啊？清dynasty夾尾一嚟dynasty。反正我尾就特別嘅錄音是叫你起來講你清dynasty個數，我知道你清 dynasty 嘅嘢。個數。樣是地質啊，地質你講你 case 嘅，特別樣嘅見啊，佢咧冇當面嘅咗。而家是樣，佢就冇當面嘅咧。對，
有你15歲就要教因食驚咧啊，養食係咪啊？誒，咱講到啲玲瓏，唔是玲瓏，唔是玲瓏，蘭椒龍嚇蘭瓏。特別誒，你我想到另外一隻名叫做空空龍。誒，你若是講伊龍，嗰陣是空空蝦米，空空蝦米，咪係叫空空龍。你就係閃驚龍咯。閃成驚，閃驚龍。誒，特別，嗱是講你，阿張比賽叫你呢係安全度，安全龍。樹門咧，你是華語講嘅咯。嚇，華語講你就叫安全龍。我攞獎，有時叫安全套，你就叫安全套。不過是你叫做保險套嘅，台灣是叫保險套。哦，保險套。因為伊唔是為咗成驚無成驚啊，伊是俾學。查甫甲查某安全，你所以保險呐。哦，咁咱咧福建話安怎叫咧？咱是講，咱叫蘭椒龍。叫龍呢？咱叫龍呢，特別講空空龍，咱就在上面咯。龍咧，咱係蝦米龍咯，蝦米龍。是咯，你蝦米龍啊？咱特別講就係正三擺龍，加還是空空龍？小鋪龍。蝦米龍？蘭椒龍。蘭椒龍就 straightforward 咯。有冇咱個書本嘅事啊？咱特別講你驚房龍驚房龍啊，驚房龍會使乜咯？誒，所以驚房就好聽啊，嚇驚房對。驚房是只樹本就優秀嘅叫法嚟。驚房龍，驚房龍。咱 by the end of the show，咱就會 decide 講，咱愛個份嚟學見，安怎講？特別咱免講一個啦，咱實講後面本係接受咯。空空龍。但是我空空龍嚟咋？啦，你空空呢？空空龍就是你搭你 condom， 嗰啲有 number 嘛，我把學掉，空空1、空空2、空空3嘛。就你若是以前個人講 00X， 咪是叫空空龍。以前我唔係看過查某嘅時候就款嚟咗。即係 dental dam 呀。哦，我知喎。哦，查某嘅 condom。哦，查某嘅 condom 是，哦，無相，伊唔是 dental dam，你講嘅是。嚇，所以你要 insert 時，你都愛轉嘅into 一個 figure 8 shape，所以你較細，你是你較限制佢，你是你較 deploy。哦，我知，伊成個人喺咧食車要食日頭嘅，係一種嘅物件呢。你壓掉嘅啊？冇啦，伊是 basically 寫一個 tube 安尼款 ，OK， 然後伊 at both ends 有一個 rubber 嘅 ring 嘅。Okay, so before you insert a CD, is that you just 轉開。等我除下 female condom， 等陣我 search。然後你開，然後等下，我哋乜用佢啦？等，我做 incognito 聲，冇可能我係 search 你，我係 search history 嘅定new。特別你 search history， 我冇 surprise 嘛。我看到你面有冇被 surprise 啊？我就知我係咪我未出 incognito 冇，我冇 incognito， 誒我 search incognito 啦，我會 search female condom。伊人講嗰啲查某穿嘅是較安全 ，because 伊有影 protect 到個了 skin。Yes，真正大。because 伊包了，停了唔就係咁講，查某係咁講。我唔係清佢，但係 apparently female condom 係 reusable 嘅，其實用嗱，攏快啲哦。哦，係咪查某呀？因為大你嘅，呀，真大。伊包了5口嘅了。誒，啲我地物件係咩嚇？伊會 feel 到，啲我地物件係咩嚟？驚房咧。我哋講嚟要一個係 ring 嘅嘛，要一個係特定嘅 ring 嘅。即 ring 有嗱 ，ring 是就頂面。頂面是 ring， 所以掉落上個人係車，你都俾安尼壓隻轉隻，所以伊個接起啊，是我唔知點 deploy 啦。你要 remote control 要定隻，噗開隻。我一隻開就查某就歡喜啊，一隻開就歡喜啊。伊是要成個人嘅咧，人車 remote control 定隻，嘟。OK， 等陣我看，安怎我唔知先肉丸咧，這邊落地我唔知寫咩嚟。等我看下 ，men also favour female condom because men 做工數，但波地有半段。有時是哦，講一條。第一條誒，即係是第一條誒。哦，然後伊個狼是到底，伊個 ring 是到底到位啊？到底伊南邊？
哦，我靠！內邊，即係愛係內邊嘅。不，他們係要內邊嘅嘛。John 啊，lúc giờ cái này是阿莫講那邊有攞嚟，就嚟物件，係嚟物件是係咪嚟？得嚟啊！有 beige color 嘅啊，有白色嘅啊。一個咯，我唔知咯，只係要玩嘅呢，嚇。哈，แล้วอันนั้นมันสิแกเซ็ตอยู่มาไอ้เทีย唔知等我吹佢。我講條。哦，嗱，一假如人家用嘅啫 ，OK，嚟。female condom use，OK，嚟，咱看。no 啊，咱個 education 啊，咱本來學，誒，等陣有看。有攤杯吧？你馬來西亞有攤杯哦。溫達有誒。誒，即像哦，應該是自己嘅咋？伊 deploy 自己裏邊是自己嘅，你成間到嘅啦。哦，就會係度，唔係係度，伊係自己嘅。點講？伊嘅 success rate 應該是真高嘅咯，就是講有嘢就係閃嘅咯。哦，嗱，伊講內廊我看到啦，內廊嘅即係。伊是頂面大坑細坑嘅囊是只起伊頂面uterus 嘅位，差了 uterus。伊掉啲裏邊嘅哦，所以伊 Q 出來是破嘅咯，哇！佢一半掉啲裏邊咯，哇！伊運動伊嘅 material 是真係好嘅咯。哦，伊用佢咯就。哦 ，applicator 咯，嗱 applicator，用嘢殺起，然後砍掉 ，OK。That's why 會使用佢拿擺嘅 female condom 先是。哦 ，insert female condom。伊會 feel 到物件咩？伊會爽咩？你看，伊薄嘛？伊薄哈。你咪是想咧？阿波嘛是嘅 condom 嘛是 feel 到物件是。特別本身大波，較無爽嘅就 feeling 啊，較無爽嘅就較無爽嘅。冇用是較爽嘅。掉啦。特別用嘅話咧，你唔是無爽，你是較慢爽，係啦，你係爽無講真啊爽嘅，你係較慢啊，你係打翻個鼓咯嚇。伊是較 muffle 嘅款。啊，你個打翻個鼓咯。較慢淡薄嘅條。你未講嗨個真係嗨種嘅咯。馬來西亞係咪 brand 雜波嘅？啊，出情啊！即係你看一個計看。嗱，我俾嚟睇喎。哎，做咩講一個人嘅？我奶頭係嗰度轉嘅。計看可情啊看。但本都教人看可情啊。誒，但本只應情呢，播咁點我都講攰啊。但本只咁配就數之前。咁配就數。但本只應情呢，我把寫一句，我把教人寫一句，我情但本嘅 experience 啊，只應情呢其實。我把你我掉講 female condom 過嚟食呢。講係看可情。哦，呢個係啲 sponge 喎。哦，幾個種啦，伊是 spermicide 喺啲裏邊咯。哦，咁佢都係俾掉嘅。嗱，就得糊咗，我講掉，嗱就得糊咗18塊呢。中國 brand 嘅話唔加俾。哦，是邊度食個 brand 呢？我知，美國啊，食美國啊。嗱，即個有影有即個喺個內地物件，唔知咩物件嚟喎？你內地使藥丸啊，肯定唔知係咩物件咧，未必有被開嘅。你個白卡影啦。我只 curious 我呢To be 我諗其實學掉啊 ，OK， 咱未使講人膠囊啊，人哋 condom 乜事，咱未見過，我未見過 female condom。尖驚狼。尖驚狼啊！安全狼啊！安全狼，保險狼。保險狼啊，世界好聽。特別保險狼是成日你去咧銀行嘅時啊，你去咧保險箱揀物件時，然後你一個狼，第一條你保險物件叫保險狼。誒，有影掉可能實在係中國 brand 嚟咗。我我看到。你講失敗啊！梗係未保掉。我驚垃圾。我傾嘅 actually 唔係你講 actually 中國會真正好，真正有 certified 嘅，有真正。用啲辛苦嘅。我家庭中國做嘅地殼，特別這裡是直接裏邊嗰度，裏邊攞起咁多看唔到嘅咧。因為冇睇到我乜事。特別冇看啦。我 child policy 啊，你成功。對哦。攞好啦。嚇，有可能。哎呦，狼喎！伊成功未必是大波嘛，唔是雜波嘅嘛，不如我是愛俾雜波嘅。Actually 有當時我冇明白，人嘅你 copywriting 嘅人 campaign 講，你若是講你愛伊話，你特別用。
，because 我冇明白一點咯。let's say 啦，let's say 講是男某嚟嘅，查甫無佇外口時算來，查某本無嘅。安尼款嘅話，樣無需要用嘅嘛？就係講你愛伊，你都應該用。我常常看到，因為愛他就帶上他。有安尼款嘅 campaign 嘅 slogan。即係 maybe 阿未 committed in relationship 哈。我唔會girlfriend boyfriend 嘅呢物件啊。girlfriend boyfriend，我唔會。舊年啊，嗰個係。你識就講愛食件嘅人故事嚇。我講啊，舊年啊唔敢俾，安尼攰。我咁講啦，我家己阿攰，我無拍算愛件啦，但我唔捌俾就，安尼攰有領誒，算起來一個籠啊。誒，這是冇辦法嘅，冇辦法嘅。哦，冇時候對我尤其是成日撳配撳配講，唔係吃錯嘢。試話老講，你再講你硬無去試山困，你再講你無去試山困，你 protect for what？冇，要買細件，我哋老買細件，要買件啦。OK 啦，你冇想。你是冇想，特別若是講你是。I said, 那講是背生、mindset 還是 whatever 啦，你都明。是咯。我只行打波使做 vasectomy。忙啊！vasectomy 是係咪講下去拔刀啊？拔刀啊！拔下你打波嘅，下你Bus difference。係你 sperm 出嚟。係咪 bus entrance 啊？你講咩 ？bus difference。係你是我會甲咁會講，咁會呢？講你買咩 condom 啊？你愛我叫你問你嘅。唔係我唔是買去，我是唔敢買了嘛。我係叫你 free 嘅。free 有你quality 嘅無呢好嘅唔是？中國啊嘛。我唔知啦，而家我有句 free 係咧，我幫我俾本嘅，我講白啦 ，video free 嘅上時。嚟，我哋都講就。我唔知亂，我唔知講佢安怎啦。但係咱這邊是actually是像嘅 ，the one that 伊學 free 嘅 ，and the one that 伊 package out to 賣到 supermarket 是 come from 上有嘅。對，伊是 actually the 賣，伊學 free 嘅 actually 嗰時係伊而來做 QC 嘅 batch 咯。其實咧。教英咧，紅包咧是無咩家用一個籠嘅講實，你明白啊？因為有一個想法就是教英啊，做咩事個要情籠，唔係驚嘛，唔係驚爾啦。我第計嘛叫 handbrake 爾啦，叫維護個來拍水，他們事要去情籠加一個工。我呢研究咩？你先講。我同你講下，我研究。有人會。我之前你按你咪嘅 Q handbrake， 我就條命你話你是一個查甫，你大人然後你按 Q handbrake 會使哦。嚇，你會打波嘅物件，我哋看過。actually 冇爽嘅咯 ，Q handbrake。我就是話路邊個人寫 Q handbrake 嘅告訴。點解我家己會往背教嘅？我嗰時拍拖嘅時候，前一次產美就差背俾一個籠啊，一度俾跌八喺大摩多，大家多數卡去買咗就，咁咩事？因為人嘅錢係叫伊嘅事，人就再講騎車咧，下掹嘅查某囝，就甲下掹有關係嘅，我呢，所以騎市場咪要整一三擺吼，伊就要去搭摩托，大家多數卡去買咯，然後嗰邊慢慢夜啦，後來慢慢時時講佢搭摩托對北海嘅我呢，你要整三擺時就要問，你準備籠哦，哦 ，OK，水，你有陣時吼，嗰啲風搞啊無籠喎。安怎？我講你叫 handbrake 就對啊，我無插銷咯。我講你 handbrake 無叫出來掉樹，你嘅骹手掉拍對本無愛樹，我同你講。你拜牌咩？誒，你教演嘅話，你 Q handbrake 啊，我你插背本是好料啊，伊我那是安尼 burden 安尼 pressure， 我一頭白咯，我別起啊。所以 Q 咯，你冇看，你特別會記了，你特別會記了，你 stop。你特別會記了咯。我16歲甲差輩咗99幾歲嚇，99差不多29歲，我甲教英，等陣2001年，甲差輩咗16歲度，你16歲度白白咩？對，我16歲度白白，16歲度
正常擺啊。already 困咗啦。二抗一甲伊做會到2014年甲到因，所以這個安尼長的點聲吼，若是講無人就是叫 handbrake。搞 control 呢？叫 handbrake 就行過嘅咯，我老師佢哋講。冇啦，回答多謝。對，because it's permit 出來。100% 呢，嚇。Yeah，我就是先啲時候 look you handbrake 哈 ，it's actually is a security blanket。look，伊無講正，伊唔是 100%。100%。Look用 condom 都唔是100%。Look you handbrake。condom 加到7%嘅97%。冇 ，OK。是講 look，I 用 Q handbrake method，你就 combine with another method，which is 你再cycle。Before ovulation，你會 cycle。但係我真未曉嘅呀，你睇你cycle安怎看咧？係教我一隻啊。查某嘅 cycle。嚇，查某嘅 cycle，大波嘅 cycle 係咩？我啦係，我第13節特擺是女出嚟，我係仔。所以第13節就是咁樣打季節嘅第13節啦。打季節 ，OK。你那是有幾個嘅事咧？等陣，我同你講，伊 cycle 是算 from 第1節你出 period。OK， 嚟啊！你未使講23節嚟算嘅，你係但人嘅 cycle 冇相嘅。That's why 咧，我 iPhone 有一個 app 嘅 ，iPhone 有一個 app，natural app 對。當今隔了有 app 了，但係佢你是算咧，你再講你 cycle 是幾個節嘅 ，because 你第1節是你出 period 嘅點先。OK，你是 start 就是算起是你嚟昂啊，直接算起。對 ，that is day one。因為是 for me。第13節，你特定是話 ovulate 出女，所以出嚟，女落嚟。應該話你仔即係話仔哦，應該話有 cramp 嘅。哦，話有 cramp 嘅，我係 mother 冇是想嘅，有 cramp。我你 physically indicated， 你成日你辛苦嘅，你講你出女嘅事，你生女嘅事嘅。會 cramp 會痛，所以有嘅人是講無下你痛咧，有別個 method。to 就講地方嚟，because 你 science 尺，我講我諗讀你 science 尺 EMRC，伊有個你講就鳥類 mucous membrane。哦，講我咪學啫。係你查某你白一出嚟你白接啊？係咪白接？Q 嘅是呢？白帶。咪是出白帶咩？但係佢專門出白帶咩？白帶唔是正物件，是你。白帶，伊唔是白帶，伊成個亂打波，有當時。哦，是伊唔是白啦，伊唔是白啦。伊是 mucus 嚟。mucus 出接啦，接，伊成。伊是青嘅，伊是白。哦。都煮白嘅時，煮 sticky 嘅時。哦，I see。伊會 Q 個只長嘅時，我會記你在正說，我上一次有小英嘅時候，有就係呢。我唔知啊，都對。Q 呢等 ，before 斷嘅時是淡薄火刀咧，Q 個一日長嘅是一日火刀。哦，特別你我問你啊，即係你安怎去夾的一接嘅？你特別去拿隻，伊都特別接起咁嘅，是到底外口冇有了？免個外口出嚟。你是平常時打過節，打節目有淡薄黏黏嘅，還是我唔捌接觸過數？你打過節目，打節目黏，還是你特別搞你火刀時間出接？我點先時間？佢哋唔使3 to 5 days before and 3 days after 嚇。哦，所以你免去屙嘢，一時到啲國邊都有了誒，你免接起來咪屙。係，大隻話 entrance 嚟。哦，所以你當到伊淡薄咧，你當到你即係看伊 test 伊就等，成個人食咧個人嘅hot dog 安尼太子先嚟看伊。是無叫你嘅。like OK， 你想流片對，對。但伊個 color 真清氣嘅 ，it's very clear。伊成個你用 condom， 用係成個 OK 打波咧，伊成個 pre-com 嘅啦，打波。伊成 KY clear 乜了最主要係要夾白嘅咋，係咪要一個 color range，要 clear 白。
OK，所以你看到了，你念到了，若是講伊拿結嚟講，就 means 你拖只長咯，成日你莫做嚟啦，只係拖只長。有陣時你去幫助嘅時候，你坐啲係一晚你掉掉。你本嚟看到伊落落來長長。哦，伊 drip 落來。哦，我想講你念掉你舊嘢 sit 嚟，對。特別冇，你小結滿未咋？係咪嘅？小結滿面是佛道。哦。小結啊，twice 係別嘅嘛。哦，對，對，成個。in between 呢？哦呀，所以伊拿拖拿長，伊是拿好，伊特別小青嘅，伊就慢慢就伊就被 form 一條線，然後小結伊個 snap。哦，所以你背佛道時就是拖咗只長嘅時就是佛道時，好細件時。係是 most likely 你 ovulation 嚟邊？哦，所以你生女，你有女啦，就是講查某身軀有吃女。所以那時你被生囝嘅時，你就是被等到你第佛道嘅時來行房掉。對，特別你若是愛在地 accurate 咧，你特別用 temperature。哦。對。係咪 probe thermometer 啊？你 take 伊叫若是你去看 doctor 啦，你愛去生囝嘅時啊，要梅露係嘛？我兼啲講嘅，要你 doctor 睇到梅露個了，一個了咧，但一定要叫你嘅一個特特字 take 你 temperature，and then after 30 some days 之後，伊就會看你 chart， 伊就知講，你若是你 ovulate 你 temperature 是蝦米物件？哦，等陣我問你講睇 temperature 是睇你薄薄 ，temperature 是睇你頭嘅。你吹啦，你蝦米身軀嘅 temperature？哦，所以 body temperature 呢？哦，你講睇 temperature，我成個睇你 probe thermometer 就俾查咗你薄薄。啦，有。你講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你一請時，你咪做波行，你一請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you take your temperature， 然後你寫掉。所以若是講真有個人會教因啊，伊個未生囝來，即係我一媒人咧，人教我講啊。所以有陣時你有個人 ovulate， 伊特季節無相嘅喎，有咧。所以你若是講你無 regular 了，你 doctor 就叫你 check。你 after 看3-4 months，after 6 months， 伊對知講你 trend 是安怎樣，伊 consult 你，啊無你了解真累嘛。你去做 in vitro 啦，做蝦米鬼會講到 ovulate。一 check 過逐項嗰陣時嚇，一個嚟想一個辦法 ，what is best for you？ 哦，係你是叫 basal body temperature。對 basal body temperature。係你真係準嘅，你身軀較熱淡薄呢，伊就知。你就是生女啊？OK。伊唔是生女，伊是女落嚟出嚟。落女，伊女已經有誒，起碼一隻水上個生女本咯。了，像有個人啊，伊愛去 in vitro 啊，是伊愛去 harvest 伊內談時嘅時，伊有甲你講咩 ？because 我古早唔知嘛，伊人一頭拍電話講我堅持未來啊 ，because 我係 temperature 高，我特別去 doctor 嚇，來特別去啊。哦，OK。OK，我特別講到啲係你condom 無相款、無相 style 嘅 condom 無相款嘅即係囊，係咪諗咩講咩平安囊？唔是平安囊。保險囊，平安囊未歹聽到，平安囊。成個人咁拍平安針啊，平安針啊，一程平安囊啊，一程平安囊啊，所以人會拍咧，你無相款，你聽到是有人講馬來西亞有一個票真出名嘛，樣做成個無相 style、無相 flavor 還是無相款嘅囊嘅無相 flavor， 無相 pattern。flavor 我唔知講做咩是 flavor， 安怎會成個 popular 呢？做咩是 flavor？OK， 就是迄個 brand 啊嚇，迄個地圖迄個 brand 啊，有一個細壓嘅吼，是干那沙梨呢，就是細壓邊沙梨吼，有3種 flavor 嘅你知？有香蕉、strawberry。那個就係青色嘅，我唔知係咩。哦，青笨蛋。唔是 chocolate。笨蛋。唔是笨蛋啊！會青。是面。面 strawberry 會嘅是香蕉，青我未記係咩啊。是面哦，薄荷。唔是。我講是面。唔是面，面嚟小絲薄薄嘅，係咪？係面。忘記上班嘅時候，忘記是今日講下，有迄個面嗬，會更加爽嘛，是唔是？一個忘記而係你。紅油。spray。唔是，
mouse spray 去布落去啊！哦，自擺走掉索，我頭咪即刻自擺掉索，自擺掉索。不，佢呢是 because I think 是 alcohol。because 你那是 alcohol 對，要 alcohol 一個有面嘅數，索哇咩？自擺掉索，自擺掉索冚掂。嚇！然後冚掉，你伊個 flavour 吼，有啲真係是真正香，真正香嘅嗰種。特別你是安怎香？你是講你蒸掉三擺是伊味出來啦？冇，是 before 整三擺是你會味到。特別係爽咩嚇？我博嘅味啊！我哪sais。冇蝦米特別嘅事，講要味嘅。before 你整嘅時，你會味到見少味。但你食到伊又食，攏食到，捌食過伊個籠哦。安尼伊油安尼。我冇啦。我特別想講 flavour 是食到是有伊 taste 到伊個見少嘅味，你知無？我是三八，但係冇教呢三八嘢講到嚟食個啦。特別你你是要做哪些啦賣啲咩？嚇，都是我冇聽過。我唔知喎。真出名誒！一間馬來西亞就定然就咱 Clubhouse 時講過唔得轉講啊！有時個時候就試下起來講咪講 Clubhouse，會講一個保險郎嘅咯。OK，迄個 flavor actually 你使 actually 係一處嘅。嚇。你 as 用 as flavor。哦，for blowjob 嘅 actually 使嘅。嚇 blowjob 嘅 condom 啊，伊無相嘅啊。冇，I mean 你使迄個 flavor 你使夾嚟做 blowjob。特別伊有 flavor， 伊是 flavor 是伊嘅味加伊 aroma， 加是伊只 taste 冇有迄個見少嘅味。我冇用過。我 experience 有伊只 artificial 嘅，伊有迄個味嘅。OK。所以OK，有 at least 有伊味素個本咧，佢哋咪食到成樹靈味，然後那個油咧。伊只 artificial 嘅啦，伊你係你就講這是 artificial 嘅。你味道就講係 artificial 啦，真係。別使講咧，別使講，你別講咩？伊寫咯，你頭晚nasi lemak rendang kari。咖喱有落有雜cili padi 嘅狼哇！我嘛就去曉，我嘛就去我都看有一個 flavor， 我唔捌看過嗰隻，我只係自己 M 一個狼。榴蓮有啊啦，啥時講人講榴蓮。咖喱唔是迄個長毛。榴蓮。一個飄頭啊，馬來西亞應該是伊個北京最水嘅龍啊，一個飄頭。我知伊個飄頭，伊個 nasi lemak 愛曉是包一包啥一包 nasi lemak 那三間。冇啦，伊個 packaging 開起來，會使哦嗬，按做 food 誒，然後見蕉是白一條見蕉啊，落啲裡面伊見蕉嘅 flavor。OK， แล้วดูแล้ว flavor 呢個係咪冇相誒？伊個。texture 咯 texture 是 texture 是 for 情大波情嘅，還是 for 雜波 pleasure？I mean receiver 啦 ，not necessarily 雜波。usually because 你會 bottom suka 嘅嘛？唔是講雜波定係 real 講 receiver 對唔對 ？receiver 對 receiver 對。So really 感覺到咩？感覺到嘅。有 friction。你問俾迄個friction， 我想你問俾迄個 ridges 啊，你對俾 porcupine 呢？我冇看過咗，有一個哈，伊 at the end 伊冇伊 deep 嘅位啊哈，有時間迄個雕虎嘅物件，邊啊嘅頭啊，特別伊冇迄個邊啊嘅頂啦，伊係 silicone， 伊係 latex 做嘅。係 latex 做嘅吧？你睇下你邊啊頭？我聽唔見。我哋揾嘢就掉 G spot 咯。伊 Google 嘅頭，除掉嗎 ？Google 嘅頭嘅除掉啲 G spot。頭嘢 GPS 頭搞起。GPS。就變多二變。我講佢哋你
有的人穿这个狼吼，是因成个 allergic to 这个 latex 手链嘅，所以人特别穿不下，迄个狼上面 silicone 嘅狼。lambskin 嘅咯，個係咪個？哦，唔是，哦，不，哦，所以你特别穿 lambskin 啊 ，lambskin 嘅即個伊嘅保險管咯，上還是上哦？無啦。伊人講嘅是你愛用 lambskin 咧，伊叫 the best thing 是你特別用 spermicide。哦。哦。但係伊 lambskin 出來上嘅哦，伊會型。伊人講 lambskin actually 是地霜啦，我是唔知啦。哦。我是我感覺叫你哦，我感覺叫你。after 我18了啊，阿媽爸媽叫我去 sex education 咯。University 是18咧是。你知啊 ，university 達到 orientation 係是特別有 sex education 嚟嘛？你話伊講話你18，我特別去你 sex education，我咪去咯咧，咪教你我哋物件咧，我是聽到我講那是攞用 lambskin 咧 ，you should use spermicide 嚇。哦嚇 ，lambskin 冇被 protect against STIs 咋？哦 ，because it's organic 嘅素材。伊 porous 啊，porous。Yeah，所以伊教你講 yeah。哦，所以要你病，伊就冇咩安全啦，伊冇咩安全，伊嚟病，伊會炸 sperm，特別伊會成個 virus，嗰時病，伊會攰啦。哦，that's why 我感覺，我哋物件夾正好咯 ，because 要夾咯嘛。我唔知 lambskin condom 安怎嘅，等我吹看。買成件嗰時 STD 嗰時咪咧要搬白特行，要搬咯，所以我感覺。was very 正好啦，我去到學到正正。actually 人講 lambskin 是地上嚟無情嘅。啊，對，地上，伊人講地上地 skin ，and that's why 伊講咯，伊講咩上喎？啊，伊人講。特別我感覺個你都在上。係咪數？誒，嗰啲正常擺好似樣啦，點點。你正一時佢等咩呢？同佢咩我計咗未試作品咩？是哦，唔知我感覺嘅你啊。哦。特別客戶嘅人是用 lambskin 嘅咯，客戶嘅人。actually 怪一看起來成個普通嘅 condom 咧哦。And lambskin 伊無咩 elastic 嘅，伊 that's why 伊講伊將講流出來啊。哦，I see，伊被索，伊被索。對，叫你用 spermicide。嗰一項我頭先看到，是講你 allergic to latex 用 polyurethane 嘅。哦。啊，我看到啦，即係講，伊有一個青嘅。啊，對，成個 jari 啊呢。嗱，伊成個一個手呢。哦喲，真係叫嘢。係你食個牛嘅拎嘅呢？你哦，對食啊，隻手嘅。對啊。食個牛嘅。我之前等下啫，自己。我而家咧 rip 嘅，就係嚟現在有關掉呢，這裡冇水 texture 啊，冇咁啲。等我吹下，做 texture 叫咩 ？texture condom 啊。texture 個 rib，但係你頭先係 rib 嘅 ，ribbed。rib。啊，哇！真係㗎。texture 你唔知哦。哦喲，這裡啥咧？看下。榴蓮嘅呢隻。正嘅喂。嗱。啊對。正嘅啫。這裡是小 vibrator 用嘅，這裡是哦。哦。哇！這裡是像 plastic 啊，你看你。嗱，不。搞個 G 啊啦。我同你講，這裡就係真正爽嘅，白死嘅是真正爽嘅。因為啦。對，因為嘅，一 wrap 個路。一幾路啊？你看呢？都。對。背咯。擺往後尾話買嘅時啊，是掉啲買嘅嚟款嘅個。特別我唔知啊，大波我看到情嘅咧，我嚇到啫。你冇呢平衡嘅啦。成個哎呦，死話咕咕車變咗 cactus 去啊！哦，阿 John，伊成個 Iron Maiden 啊，你看。啊 no，Iron Maiden。
reverse。哈掉咗嘛？特別爽啦！哦，嗱，這個本咧 extreme 嘅啫，即係咧又冇咩。係你是 rip 嘅咯 ，rip 嘅冇咩，有可能冇咩有效啦，係嘛？咁配。我用嗱，這裡看到 ，at least 這個本咧驚人。你以前講是變態 ，color 一型變態。係咪變態？冇變態嘅，你頭殼，你看你嚇，我是真正爽。到你變態。你講第三你或者你看這裡頭殼咗冇官身身嘅呢？哦，這裡。有會打波數㗎，安尼。你是學打波嘅嗬？哦，I think是。真爽啊！我咪講，我就是用咗你，我就是用咗你。哦。第二嘅正手，第二嘅嚇你，我唔捌看過。Because 你這個骨膠嘅頭嘛，伊個骨頭特別硬嘅，到啲骨頭，所以佢未流，未骨出來，佢未靈。冇有會打波嘅 sensitive 合併嘅會用。So 意思係個blood flow 啊個 restricted 有咯。嗱，OK，然後這邊這個 purpose of it 頂面是係咩？是有啲燒 sperm 咩啊？嚇對。Correct。人係細件事啊，喺你 Malaysia sex education 嘅 class 啊 ，syllabus。會估到會我哋 glow in the dark。哦。glow in the dark。喲，唔係 glow in the dark 啦，嗱講嘅partner是地嘅歹看咯。你講按照螢火蟲，就得分。螢火蟲是叫咩啊？臭咩講？唔是。Firefly 啦。Firefly 學嘅話叫咩？學嘅話叫咩啊？開劍車。開劍車對，開劍車。嚇。你講按照開劍車背咁冇情，就係你 glow in the dark condom。有死人。真正想嗰陣，個琴可以就係寫啲草外面啊！你講。Google Meet 啊，我看你小 A 咗，因為阿 John 看你講得咩事，我哋哋看到 John On，我哋想講伊 brand 是 John。我係飄，因為係做 condom 咯。飄。OK。condom 有物件講我諗是講日文啊。condom 真好笑嘅，其實。嗱，我未聽過咯，係咪好笑 condom 未告訴你講嘅？我啲 Anzac 讀冊時啊，迄邊有攤俾Malaysia無賣 series 咗。然後伊是 extend 學路較 lasting 淡薄嘅。然後我哋想啊，我要安怎行對嘅邊嚟學差背咧？所以我summer holiday 對嘅時我冇攤用咯。我哋想安尼看你咪行對去參壓，我想下該拍算所在，可能 because postage 真貴嘛。然後啊無拆線去咯，因為伊是攞嚟黏咗隻拆線去咯，我就夾其他物件啦，我食入去啦，反正就，然後我本無甲插背講，我夾咩物件互伊，夾對人一學伊收到嘅時候，我真歡喜嘅啫，我想我啲人在夾物件互伊真歡喜嘅，咧伊個同事啊咪咁樣嗬。哇！七佬夾物件好路啊！咩開下看下夾咪好路，伊就成啊，你大人學人看，伊七佬夾物件好伊嘅，可能其實基本唔知是阿咩物件啦咋，因為伊就開呢嗬，哇！那個對頭開籠嘅咧，咁咩？你七佬夾籠好路啊？是佬夾攞橋，之後伊就歹勢叫嘢，伊見到我妹話。係咪數到夾浪短嘅？你冇教我講一聲成嘅，你教我一人嘅頭整開啊！我真係歹勢哦！我講冇歹勢，我講落半日哦，伊講冇，我講未使半啊，咪你先半撚咩啊？我俾用你1.2厘啊！因為馬來西亞真係冇攤俾嘛，438迄種。Malaysia，個白路本冇。我冇咩猜我冇咩知即個會教人有用 condom 沒有嚇？未使用。馬來人 ，I mean 冇咩？伊人嚟做嚇？有啦。我真係講唔使用。reflex。係咪 flex？我是聽講伊人是啊種
Q handbrake，我是聽講伊人是 Q handbrake。特別樣是伊人會教人袂使用 contraception， 是袂使用係咪啊？係到底是袂使？特別有陣時講我咪有驚係咪物件啦，用袂使用之類 condom 啊？我唔曉哦。唔係你用教 modern 你有用啊？有啦，真係冇。我 actually Catholic 有嘅嘛是冇啦，袂使我特別講，我冇嘢事，伊人同我講。會教伊，你都知啦，在 university 安徽物件，咁樣人嘛是啲講嚟講去咯。伊人講Muslim 就是成個 Catholic，伊人是袂使 contraceptive， 特別若是講到愛做咧，你就是Q handbrake 咯。冇嘛做下你查某袂來現袂出女嘅點？對，但我講我被 reverse 我唔係成件事，你是到底第幾節是第一步輔導是？OK， 你在 sperm 咪打橫3節，安尼嘛了。所以你 to be safe， 你是 more than 3 days before 你出女嘅時你做咯。所以你講你是第13節，所以你被第 before 10節整，safer 是 around， so like 6 days 係6節 before。你咪是等你 period 打咧，是你第三做咯。Once the period is over， 你再講你阿個。你我冇有拍攝，我未曉啫。你所以你我未曉，你我唔知講你成日講 after 你會來硬咯，你哋要做節節了，嗰時會停嘅來硬。看即白大查某無相啦。有嘅人特別是3節咧、5節咧。有嘅人是5節，有嘅人是7節，是看你身軀嘅咩？7節嘛是變咗隻碗你背成嘅事咯。係啊。哦，特別來硬會使行房嘅哦。有嘅人就咪死咯。就咪死啊！係佢啊。long 紅灰啊。闖紅燈的。對。讀講嘅啊。long 紅燈，即係講 long 紅燈。long 紅燈。哦，對啊。紅灰。特別But medically speaking 咧，伊人講你來 period 是最好是咪做 ，because that is when you take infection。哦。對。infection rate 第關就是查甫啦，查甫。for 查甫啦，查甫是無查啦，查甫啦，未使。Doesn't mean 未使做啦，mean but it's also going to be quite messy 咯。安尼 messy 嘅啫。特別我未曉啊，死啊！或者咱咪講一教，我諗會教，我會學你查某嘅health 嘅物件，咁我會學。我感覺我教啦。What？嚇？係咩嘢？叫英國叫嚟教。哦，嗱我哋查某不要叫查某教。我依學路。參啦，參掉。咱咪隨住查某嘅路棍。未有 answer。查某路棍波劍唔是波劍啲未使講，但係你會講未？我講來是使行房，你會講未？會啦，我冇講啊，我冇講。哦，當你要出聲啫，冇啊冇。แล้วถามว่าโอเคมาฟูด我想未叫佢講咩啊？冇你嘛對，你攰了幾節啊？你出女一攰啊，唔知幾節啊？你咪使就嚟喎咯。咪使就講你無情案到嘛？係咩啊？係你是叫咩啊？係你 matter 是叫咩啊？阿岑垃圾都會叫。係你對集我係細高嘅，係水。哦，就係我未知啊。係你叫做垃圾頭。垃圾頭，查某垃圾頭。查某垃圾頭。OK，個轉個。你係拔㗎啦，即係你明 because 我會去每你 customer 嘛，你去時你doctor講嘅咪咪講你講啊，亂。會愛成驚未成驚，講你講我哋講數啊，你咪就聽嘛唔會咯。當個轉個可能好潮嘅講點打波咧，打波。講到咪好笑個數我有大學會好笑，講到咪好笑個數。嚇，講。我
啲 KL 讀大學嘅時啦，就是迄間魔都咯，我住嘅魔都咯，啊，知啊嚇？對。了，迄時咧，我人嘅學堂咧就去一個真啊水誒 hostel。迄個 hostel 內面咧，迄個宿舍，了迄個宿舍嘅 ground floor 咧，就是一間 Starbucks。了 upper ground floor 啦，伊唔是 first floor 啦，是一間 7-Eleven。了迄間 7-Eleven 哈，你幾本有賣就是無賣 condom 呀。哦。了，梗係無好嘅咧。梗係無好嘅，是唔是？了，迄個學堂嘅 management 上嘅時，若是囡仔無迄個 condom，伊人無亂來咯。就是安可憐，妖誒。reverse 嚟，國家亂來。我可能國家亂來，了我人做 student council， 我人甲 management 講嘛，你無可能安尼款誒。了見迄個學生嘛是去學堂外口誒 7-Eleven 買爾啦，是毋是？是國較出名講，伊是我人買，是政府買互伊人賣 ，OK 啦，whatever啦，安尼款啦。了就安尼款啦。特別伊人嘛是安尼款亂來咯，了我人聽到嘅故事啊，哇！蝦米人啲4樓，蝦米房啊，8個人啊，蝦米人啲宿舍嘅7樓，蝦米幾個人啊，就是安尼款，嘛是愛做，是毋是愛做嘅物件，運動愛做嘅嘛，係啊。你冇一直頭咁啊冇用。是啊，咁啊冇用啊。政府部學是因為其實樣是袂使用嘅嘛，有啲真係樣是袂使用嘅。特別我是聽人講，我是政府嘅大學，伊人這是 under health 嘅嘛？我要做我係 condom 嘅 thumbnail。你快點！好一個好細表嘅。我聽過人講，伊人用 Saran wrap， 我就聽我未打閒咧，我直接想着講，我聽過人講，細漢時古早啦，你知人大啲，我就是聽人講，伊人大啲 small town 啊，了未去買啊咩，咁我是用伊買 Saran wrap，佢真嘅 Saran wrap 嚟用咯，哇！解哦。打波咧，打波冇啊，打波冇 condom 嘅係你啊？冇啊，你知是聽人講嗰陣時，你知啦，一個咁樣 in the 80s 啦、90s 啦，你大啲一個咁磅鏡啦，嚟你去幾點你俾換車20分鐘啦，然後上家咁會講話你只去迄個店。迄個店嘅所在，你未必是成1000人啊，是800人爾，大你咁磅鏡，了嗰啲人嘛知咯，了你無你甲16歲啊17歲，所以你嘛是用你嘛誒 kitchen 誒 surrender。這個，因為我有一個condom 嘅 mishap 咧，就是講伊個，你知你個狼啊。你人伊嘛是有只一個圓圓嘅位，然後你嘛是掃，你倒去，然後你掃 Q 下落來，對唔對？你 Q 下落來嘅時，伊個 base 嘅位啊，伊個成個往時 roll back 係什麼？伊個壓到你嘅毛，是 Q 到你毛嘅。好痛哦！嚇，所以特別較 trim。So important by trim 咯。對，我扳到你毛。condom 去做 Brazilian wax 啦，John。解好條。我做 laser。哎呦，頭一擺是聽我講。喲。這 Brazilian laser，哎呦死啊！特別。伊會打很隻久嘅，還是 forever 嘅？After 你無寫了，你應該是有10個有10個 course 啦，有10個 session 啦，阮大愛做了，
下擺是一年做一擺咯。哦，所以你就要 maintain 嘅。你頭一擺做甲第10擺做時，伊會較無咧聽戲哦，你會較大漢啲。無安尼聽起啊。頭一擺我超大啊！是笑啊，唔是迄唔是伊講是成個 rubber band。阿崩超會打，garing 嘅阿崩。你即係講阿崩嘅邊啊？會斜斜咧，好似哦。伊唔是本伊嘅把啦，伊本伊 follicle 了嘛，上班嚟咯。應該係本伊 follicle 咧。但啲嘢試呢就是貴，而家是食啊，食啊。你是感覺是笑啦，唔知是 follicle 笑還是配笑，本是感覺就笑咧。是咯。你 laser from 嚇，你 laser from 頭前 laser 甲後尾啊？我嘅 package 是頭前甲內面，無後尾。OK。明白啊？啊，明白。OK。後尾另外歲。OK。後尾是卡穿嘅邊條？啊。哦。南邊呢？查某卡穿冇濟毛誒，查某卡穿冇咩安尼濟毛誒，打波個濟毛誒。Oh my god， 打波。傻巴。打波，你去看。你 Fry Guy 啊。哦，嚇，對。看。哦，你好笑啊你。阿摩嘅 compare 阿摩嘅 Asian，I think still 有 difference 啦。啊，屌呢！或者咱使講身軀毛吼，身軀毛特別每時節物嘅講，我感覺到白毛講甲落去你家裡講嘅毛，有人家裡講毛誒，家裡講毛我家裡講我看啫，有，冇卡有卡誒，下午嚇。或者咱講身軀毛 ，OK， 然後我寫起來啫。身軀。你打波梗有毛呀啦，打波較濟啦。打波，咱冇錄 recording 有幾年我有。肚子裡呢？我嘛是有。家阿龍咯，我哋都咯，我咯。阿龍困嘅啊，應該。冇阿龍是去，伊是困去，我想伊朋友對來。應該是困。伊啲攬了嘢攬尖咯嚇。伊是食咩啲病啊呢？綠島嘅喂。我今日快條阿龍嘅。我特別去 check 你阿毛包看伊有哦。我講啦。等我寫起來。我嘛是。攏出門有揸 condom 出門嘅。冇。我哋都路揸。咱用咩？咱用吹掉。吹咯，你咪去買嘛？你揸就你成都愛用。總之馬來西亞就有看你 condom 啦呀。應該是看你啊嘛。7-11路邊啊。叮當未使買咩？看靠買。冇未使買過啦。我唔係當馬來西亞買過 condom。我唔係特地馬來西亞有夾板過。有肯定夾派死呢？派死。冇啦，派死是頂擺甲看靠買，巴魯卡借 7-11啊嘛，頂擺是較少了。哦，我記了 7-11。7-11 伊有，你特別甲伊人講嘅喎，伊無是敗掉，伊唔是敗掉。特別敗掉嘅。哦，頂到就成個痕跡呢，特別嘢下擼嘅位記，就歹勢嚇。嚇！你話唔知啊？你我是頂擺落愛硬買咧，都真係是去油幫買呢。本近啊係你夠攤買呢。哦 ，because 是死嘅頭誒。伊是死嘅頭，所以袂。哦，所以會使袂。我做咩？死嘅頭無咪通買。你 shell 你使買你 spermicides because it's a shell toxin。我搞甲馬路，即幾年嗬，甲安尼紅病多咯，不有通買咯。即你5年10年入邊安尼紅病。
哦，因冇做可以硬比啦，是做派比，成講派比咧，就人都冇行房啦，成日你有大奧運圈。笑誒，哎呦，即係笑咯，安尼邏輯是袂用嘅。教我啦，那日位呵。我哋都在話大學下邊人我都大學，我啲大學嘅是都在我大學下邊人哦。你八誒，係嚇。你係朋友係搭我朋友。我知啦，我對太困啦，我係腦未掂到。嘟你啊，問講仔啊嚇。你嚟嘟啦。我知一句啦，我知你講一句。你上嗰時出去外國讀書啊，係唔係？唔是對呀咩？哦，對啦，我唔知，我係 news 無安尼下面，無安尼零。是要佢對呀嘛？上嗰時咯。OK 啦，實小打，人咪講咪講啦喂，人 agree 就咪講咪講咯。哇，即係葡萄幾方面請起來。morning 我請。Malaysia 古裝人是去下嚟概念嘅 office 咯，嘅。哦。我買到是 nurse 嘛 ，midwife 嘛。Penang 有通嘢啦 ，free 嘅。係啦，我對唔咗，我咪叫我講啊。哦。Penang 有 family planning 嘅 clinic 嘅就 free 嘅。Yes。你使去嘢，你講 yes，特別只人唔知啊，我講。啲到落位嘅，你想又忘記看。แล้วดูอย่าเลย ว่าผมรู้嘢เจล่าว่าผมรู้嘢 address ดูแล้วโบเฮียมหลงเลยแต่ว่าคำจะมิวเอ็มไม่ดูแล้ว clinic no 就有了嘛，唔是咩？係咪？ดูแล้ว係咪 clinic no？NUR 是伊人嘅政府嘅 family planning clinic。Any family planning clinic เนี่ยล่ะเลยสิมีlembaga misalnya kami perkembangan keluarga gitu lah The only reason 我知這個物件是 because 我嘅 K 爸 sister 佢是做 nurse 做 family planning 嘅 clinic 嘅。所以伊人 actually 伊人安尼估Penang 啊 I mean Malaysia 啊是真係 advanced 安尼物件。哦。如果 family planning clinic 是多少個 clinic 做嘅是意思係咪多Jalan Perak 邊？哦 ，OK。自己嘅啦。冇 I think 是咁樣。NGO 嚟哦。我唔知，我知意思做咗。你佢爸誒 sister。sister 嚇，咩名啊？名retire 咗幾年啊？冇啊，咩名？Actually becauseแล้วเลย family planning เหรอclinic ยังสีขีโอเคยังกาลูอันจ้าสวยรีไซเคิลหรือไทยเทรีไซเทจะได้โปรแกรมหลอง contraceptive คองหลองบ่ actually ยังรู้ทำอีเบรู้ contraceptive แล้วยัง contraceptive ก็ก่อยปันยีสิ有玩น่ะจ้ะbut contraceptive พี่ outdated แล้วล่ะพี่แต่ compared กูต้องคิด available เลยอีพี่ outdated อ่ะอ๋อ特別學過嘅時是喂怪 advance 啊，安尼定定。如果電腦冇要 provide 電腦個 provide just a service 啦。Actually, this is the organization that 我 volunteer with for why anonymous HIV test 啊。This organization 係 technically ยัง start 就是 provide family planning 嘅。แล้วแต่是。Up to today, but still with your family planning also. But 我講 as I said, like contraceptive a bit 老餅啦，compared to what available today. But because ยัง嘅都是 sort of like ยังa federation hall 嘅，so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ll it. But ยัง比較便宜咯。比較便宜嘅。哦嚇，但 Jalan Perak 這裡咩啊？Hati。Maybe 是阿勁，我唔知做緊到落 exactly 合貴事。What is it called Hati？就係 Perak 係勁嘅嘛？是啊。Which is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嚇，你 Family Association 就是大 Bear Road 咯，就算我冇去一樣嘅 AGM 嘅。嚇，我冇唔制咩係咪 actually？To be honest，我係奇葩嚟 sister。你叫 auntie 定係咩 auntie？auntie 蛋呀。OK，講一邊先，我真唔數，你知唔知去做咩啊？當然。啊，去幫曬啊！係幫曬。想幫曬。我唔知。哎呦，就講得唔知。讓接嚟OK，感謝這個禮拜甲我講這個空空狼、保險狼、安全狼，講咩狼？超靈狼，即係話題。然後啦，禮拜咩狼？膠囊。啊，膠囊，爛膠囊。你別使講啦，咱是查某，你叫做咩狼誒？卜卜狼。卜卜狼。自敗狼咁歹聽啦，自敗狼佢聽對唔聽唔對，佢頭講是巴海自敗昂，咱就要叫做卜卜狼。膠蹦狼。膠蹦狼，阿蹦狼。死我！膠本嚟用，蹦本嚟用嘛。對，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都真係收聽無上話題啊！當時感覺到咧，當時唔知當時你攞去見我看得隻 podcast 啊，到啲馬來西亞講係狼嘅，maybe 有我唔知，我要聽下。maybe 有隻 education 嘅 podcast 講係狼物件，我諗 education 特別我講少，特別有不學到物件嘅知哦，但係我學到啊，安怎下你開你雜字頭物件，到啲你卜卜裏面，噗開起來，噗噗，想開學算啊，開學算，automatic 嘅大隻，你睇到你對外口係大隻，short 開起來。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男人群。At least 我個落掉知道。頂一禮拜，唔是頂一禮拜，但我頂一禮拜冇看到嘅啫，我哋到這邊帶來去看，聽正頂面聽看聽啦，一啲是個買 T-shirt 就正買，感謝拜。係 PPT 嘅 CD 唔掉餅嘅，掉唔掉餅咩？我唔知。